来继续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超输进口两个弊案。顶个月搜索到农业部超输等14个地点了后，今仔日以被告的身份来约谈到农业部2任的部长陈吉仲、陈准贵，甲中央特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到案说明。 前农业部长陈吉仲今日透早向来到北检，而且是以被告身份扣传唤，面对媒体提问，拢点点啊。同款列他治案被告的个当囚禁无半年的现任农业部长陈准贵和特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因拢接到传票，北检大动作侦办进口金融案。 前2年全球气候无正常，加上禽流感，过来欠粮，农业部要求特产会进口鸡卵经济调度，采购过程双方各发道理。监察院目纠正农业部监督不好势，超市无说公司就采购，各老高无报关系，目扣监察院以上。北检顶个月开始约谈，要不要澄清一下？有什么好澄清的？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超市负责人陈宇桥告案了后，态度个歹正常，人伫咧日本的查囝吴如辉涉嫌牵线签约，扣量采拒绝继续合作，就找妈妈成立超市，结果一个人分身坐角色，一条龙进口。畜产会现在对采购有在定一些什么规则标准吗？ 时任特产会执行长、现任农业部副署长陈中兴，顶个月嘛扣以被告身份访约谈，北检这回大动作，一困难约谈2任农业部长，还有特产会前董事长，暂时咧贪污罪他治案被告。不过3人都不是执行全案的审判前，扣传唤的原因可能是要厘清采购案的头来尾去。 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